大家好，我係東北醫療中心醫管部嘅護士，我係 Sylvia。咁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關乎健康嘅大事，就係大腸癌篩查。之前成日都話要50歲先要開始做，但係大腸癌有年輕化嘅趨勢，越嚟越多嘅案例喺50歲之前就已經出現。根據最新嘅醫學指引，依家已經提早到45歲就建議開始做篩查。大腸癌佢最狡猾嘅地方係早期好多時候冇症狀，好多患者直到大便有血，排便習慣突然改變，甚至摸到有硬塊先發現問題。但係到嗰個時候，病情已經去到中期甚至晚期。依家只要你年滿45到75歲，我哋就建議定期做篩查，及早發現問題，將風險降到最低。首先同大家介紹最全面嘅一個方法 Colonoscopy 大腸鏡。醫生會用一條帶有鏡頭嘅軟管去檢查我哋嘅大腸，咁佢可以直接見到入邊有冇息肉或者係腫瘤。如果發現息肉，仲可以及時切除，達到預防癌症嘅效果。不過大腸鏡需要事先飲瀉藥清腸，同埋要去醫院，對部分人嚟講會覺得比較麻煩。但係如果結果正常，一般10年先需要再做一次。第二種方法係近年比較多人關注嘅 Cologuard 糞便 DNA 檢查。呢種方法可以喺屋企完成，除咗檢測大便入邊有冇隱血之外，仲會分析 DNA 嘅變化，幫助發現早期嘅異常，準確度比較高，而且只需要每3年做一次。而到最後呢，我想介紹一種比較簡單、比較容易開始嘅一個方法 FitKit 大便隱血測試。Fit 最大嘅優點呢，係佢唔需要清腸，唔需要禁食，唔需要去醫院，咁喺屋企就可以完成啦。只需要每年做一次，就可以檢測到我哋大便入邊有冇肉眼睇唔到嘅隱血。作為第一步篩查都係非常之合適嘅。咁當你收到 Fit Kit 咧，入邊會有齊用品同指示，步驟其實好簡單嘅。咁第一步我哋要核對我哋嘅資料，確定我哋嘅姓名是否正確。第二步喺我哋去洗手間之前，將採便紙放喺馬桶上邊，用嚟承托大便，避免佢跌入水入邊。第三步，用採樣棒喺大便表面輕輕刮取少量嘅樣本。第四步，將採樣棒放返入個樽度，封好，寫上採集嘅當日嘅日期。再放返落個回郵信封度，寄返去固定嘅地方。成個過程只需要幾分鐘，非常之方便。亦係點解我哋特別鼓勵大家從 Fit 開始。如果 Fit 檢查結果有異常呢，醫生會再建議我哋嘅會員做大腸鏡作進一步嘅檢查。咁最後想提下大家，大腸鏡如果能及早發現、及早對症治療嘅效果會更加理想。如果你想方便、準確度有較高嘅居家檢查嘅話呢， Cologuard 會係一個好好嘅選擇。每3年做一次，如果做 Fit 就係每年做一次。最緊要我哋係記得定期做篩查。如果唔確定自己應該揀邊一種嘅篩查方法，最好同我哋嘅家庭醫生傾下。醫生會根據你嘅家族病史同依家嘅身體情況去幫你揀出最適合你嘅方法。只需要大家踏出呢一小步，從45歲開始關注自己嘅大腸健康，就已經係對自己同埋屋企人最大嘅保障。多謝大家。自2019年起 ，WellCare by HealthNet 攜手東北醫療中心，一齊為舊金山社區帶嚟貼心又實用嘅紅藍卡醫療優勢計劃。呢項合作已帶嚟好多實際改變。長者透過東北醫療中心經驗豐富嘅醫護團隊，能更便利地獲得所需要嘅醫療照護。邁入2026年，呢份承諾持續不變，同樣優質嘅照護，同樣全面嘅保障。WellCare by HealthNet 與東北醫療中心細意關懷，與你共走健康之路。